今年的6月7日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对1990年开始呢，香港逐年拢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这项活动对香港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参加人数上济不到18万人。住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傅汤伊就表示，对2020年开始，香港已经无法度举办六四纪念晚会咯，台湾的存在就变加足重要的。2019年反送中运动，香港人挂风度面大，对抗中国政府，这是香港人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的痛。这场伫228国家纪念馆的展览，是一场流亡来台湾的香港人所办的展览，或者香港人权作品展。规个展区拢是红色的光线，互人有一款压迫的感觉，表达香港人当咧面对着红色恐怖。做了一个装置，就好像象征的你失去自由，然后就坐牢就失去了时光，跟现在香港面对的情况一样了。除了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同款是展览的接点人傅汤，伊也是第一批参与反送中运动，互香港政府起诉的人。伊伫咧4当前和牵手流亡来台湾，现在伫台北做自由的健身教练。伊讲拜三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自从香港和中国政府主动举办天安门纪念活动了后，规个亚洲就剩台湾这个所在会当纪念这个受难者。在香港被压迫的以后，台湾这一边基本上是亚洲地区差不多是唯一一个可以这样子公开举办这个烛光晚会的地方，所以现在的存在它的存在已经很有意义。傅汤讲，对1990年开始，香港逐当拢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这是香港人规模第2大游行活动，也是因的传统。逐当拢有几6万人参加，上济有到18万人。为着要延续这项传统，因伫咧拜三暗6月7日这天，也伫台北自由广场举办六四纪念晚会，希望记住历史，唔通互历史的伤痕无声无息消失去。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